國家反詐中心嗰度咧，2022年底嘅時候咧，佢推出咗個反詐騙法案之後咧，同步推出咗一個叫反詐小程序 Apps。呢個咧對於長者嚟講咧，其實有時會比較方便啲。其實呢個係咪可以優先考慮下，整一個比較便民啲嘅一個 APP，咁等全澳市民都可以快速咁樣使用到。咁我哋司警咧亦都係持續咧聽取公眾嘅意見啦。我哋響下一階段咧，特別喺呢個反詐程式會咧進行一啲更新或者增加佢嘅功能嘅，主要有3項嘅。第一項咧就係關於呢個長者模式，而第二個咧就話咧，我哋會開放俾用戶咧上傳呢一啲圖片嘅，方便公眾咧喺手機截圖上邊咧將嗰啲詐騙嘅信息咧透過呢啲線上嘅截圖咧抌俾我哋咧進行一個即時嘅調查工作嘅。而第三咧就係話咧，我哋會用呢個讓呢個用戶咧透過呢個程式咧去訂閱，我哋會推送咧相關嘅警情通報嘅，而用戶咧亦都可以咧定時咧接收咧我哋最新嘅反詐信息嘅。